你答应我的100万呢？钱没钱呢？我让你身败名裂！你给我等着！你这个贱人！我让你看住我老公，不是强迫老公。你知道我跟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就是你不识时务，对吧，齐成？来人，把这个不知道从哪来的女人给我拖出去！不要再来我们的家！ 您要过来找我干什么？啊，女儿我现在倒觉得有个有钱的女婿真不错。爸爸好长时间没睡着了，我这刚才睡真香。你又打什么如意算盘了？不是上次我找你要20万，你没给我，我等半天。 人顾西城爽快，派人给你爸送了20万的支票。你说什么？顾西城给你20万？啊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他要不给我送支票，你以为你这段时间过得那么舒坦呢？我早来了，我。他要是知道他为什么不揭穿我，他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撒谎！那谁知道呢？ 现在有钱人呢，喜欢找虐啊！人装糊涂呗。顾西城这小子贼着呢。如果你这次过来就为了告诉我这件事的话，那我知道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你看，你孩子这么犟，哎，爸爸缺钱了，你接济我点，爸爸就走。贺振东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完了呢，你要是不改变主意，爸爸转身就走。 不管你说些什么，我就俩字儿：没钱。你爸爸人穷可不傻，妍希，我告诉你，女儿，打一进顾家我就认出你来了，你不是锦溪，因为锦溪打小就不叫我爸爸。虽然你们俩长得很像。 但我是你爸爸，那眼神里我能认得出来。放开我！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。我就是贺锦溪，如假包换的贺锦溪。装，继续装。我找顾西城拿100万啊，我拿了100万，你爱怎么装怎么装，跟我没关系。100万？你是不是疯了呀你？你爸没疯。 我现在手里有个秘密，我要是再不拿这秘密换100万，那你爸爸才疯了。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秘密，顾西城都不会相信你，没有人会相信你。呀，真不相信呐？好长时间没见你，没有，这不爸爸是太长时间没见的了，激动。赶紧的，1个星期内准备100万啊！别走！怎么，改主意了？妈妈她已经生病这么多年了。 我挣的钱都用在医药费上了，我真没钱。我说女儿啊，你是当阔太太当傻了是吧？那没钱想办法搞钱去啊！你没办法，爸爸给你出主意啊。爸，你怎么能对我这么狠呢？女儿哎，不是爸爸对你狠呐，是别人对爸爸狠呐。哎。 这个食堂就是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这些你得跟你姐姐锦溪学呀，打小我就教她，是吧？别这样，赶紧想办法整100万。1个星期以后，你要是没有100万，我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你是谁。爸，行了，别送了，爸，好好过啊，爸爸挺好的。
你答应我的100万呢？钱没钱呢？我让你身败名裂！你给我等着！你这个贱人！我让你看住我老公，不是强我老公。你知道我跟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就是你不识时务，对吧，启程？来人，把这个不知道从哪来的女人给我拖出去！不要再来我们的家！不，西城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西城。西城，怎么了，姐姐？没事吧？啊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啊？没事了，过去了，只是个梦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苏妍希，你敢跟老娘抢男人，你就是个贱人！你说，他是不是贱？贱，绝对贱，他就是天底下最贱一贱人。来，再喝了这杯，让世界上所有的贱货都他妈见鬼去！给我滚！你们他妈几个也不是好东西。妹妹，我实话告诉你，哥们儿跟你喝酒是看得起你，装哪门的清高啊！看看你自己，你还是什么好玩意儿啊？这位帅哥啊，你都弄疼我了。那妹妹今天不是喝多了吗？我们说了几句醉话，别放在心上。改天我请大家喝酒当陪睡。今天我就先告诉你。一句喝高了就想走人，你把哥几个都当什么呀？那哥哥你想怎么样嘛？这么多人在，你不会欺负妹妹吧？学亏了啊！晚了。哎，喝完了，你走；喝不完，跟我走。苏妍希，要不是因为你这个贱人，我怎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？贺振东。